大家好，我是阿高。今仔日咱要来去参观免琴的病院。恁敢知影啥物是免琴？就是腊肉甲猫头鸟，因拢是食肉的鸟仔哦。好，咱来出发，行。恁看，哇，这虫啊真特别呢，顶悬有大蜡肉，而且阁有足侪点呢。哇！医生还袂来呢，咱阁等一下。有一个动物在气味呢。这唔知影是啥物呢？羽毛，哇，敢若是细顶的帽仔呢。阿狗你来啊！好，医生你好。你好，哇，那他拄好，咱当要带一只猫叫出来检查呢。医生，是安怎甲猫头鸟的头砍起来哈？伊安尼看无，敢袂惊？其实伊安尼头砍起来较袂紧张哦。是安怎？伊爱看医生？因为伊的骹长去啊。你看这边，这就是甲伊治疗拍的迄物件，伫遮。伊可能是车祸。伊安尼足勇敢的呢，注射拢袂叫。是啊，你看伊安尼足勇敢，你嘛爱勇敢哦。我知。好，会使入去啊。医生是安怎爱看面镜？哦，因为安尼伊才有法度好好休困啊。医生，迄内底有啥物？哦，迄间哦，我带你来看卖。啥物拢无啊？阿高，你来看。哇，才有拄伫只猫头鸟呢。哇，因伫甲我捏目睭，足古锥的。是啊，阿高，这是因咧练飞的所在哦。因的身躯若是拢好去啊，就会使野风啊哦。哇，猫头鸟，我替你加油，你爱健康快乐哦。头一摆遐尼近看到猫头鸟呢，希望因拢会当赶紧好起来，加油！你讲对无？是毋是爱加油，赶紧好起来？